位真贤，大家好哦！即马要来读迄个心经啊，台语的哈。好，发这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波罗蜜多时。照遍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可执灭道，无得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发这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发这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地，发这波罗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明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能度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发这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人个一个教授做林光明教授伊咧学迄咒语，拢咧研究咒语的，伊念出来声音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迄无共款的版本啊，所以我有读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会当找到4、5种版本啊。咱读的这个东三藏处经东条玄奘大师翻译的心经啦好，即摆来咧读这个大本的要读大本的有孔子讲的上的这本大本的即马来要读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为亲。念宝济罗灵山地，莲花印净可三性，落在中原三圣地，大净四川王特心，天津修完挂圣号，山海时至点心经，分雷震开无基础。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庙，九莲圣教归上圣，莲花老庙随玉线，修完显化在古东，
300年种树，分圆古迹在中央。老庙港下通天桥，无影山前对合同。今日要上归家去，思念东来美丽景。用心思念佛来求，道道今年去超生。昔日世来别相主，相宜点题化成经。每日至心常思念，三载八难不来亲。要向成佛勤礼拜，上持聪明智慧心。又听声人胡说话，乐宣意马念无声。老庙港下真天照，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倒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皇来对贺，报事灵动差得清。三观大地诸比主，正对天泽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真正文波甲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今年36万众，老表灵官紧随紧，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乡里吉安宁。北方真武为众岁，青年弘法显神通。正气坐皮廿日月，桥顶新儿七宝星。规定北方为岁首，肃清诸恶挂假兴。大求万人向义女，威光落地化为尘。四海灵王来度道，国家上魂去天空。十方天兵护佛教，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有方铁灵才下生，修福南严归正宗。往来坐下真言咒，传下东来大众经。因而差路上思念，车神不敢来近身。思念一遍心通大，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心鬼怕。妄量邪魔化为尘，修持劫雷顺路径。念起真言归佛名。南无天元海宝，阿弥陀佛，十巧手。吃题啊！慢慢拿。怎啊？要读一好经，天地上合好东先。一个好字传家安，孝顺灵性孝顺主，孝顺主地必明显，孝是人道第一步，孝主下世即为先，自古忠臣得孝主，君选贤臣记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食清，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戚莫讳言，少乎人间不惜孝，回心服孝天理还，
事事不顺心不好，山地好灵感动天，好德贵顺无他妙，好顺不分路强难，福禄大有好日吉，天将好主令眼观，人人得可好父庙，好敬父庙如敬天，好主口来有好语，好父面上在好言。公佛上边灵真好，有乐好来有乐全，入地上明心合好，三种四德好在前，好在乡党人心静，好在家中大下欢，好主逢人就款好，好化风俗人品端。生前好主声价贵，死后好主万古传。出世唯有好历代，好灵感动地合天，好经好文化好传，好父好庙好祖先，父庙生主愿为好，灵好就是好自然。为人灵把父庙好，下辈好主教养还。当上父庙不知好，不好受强莫怨天。好主民大太和尚，入后出地自然安。亲在应好不知好，亲属知好何会难？好在心好不在貌，好贵实行不在言，好主治家全家乐，好主治国万民安。我国皇天该因好，一好即是太平年，灵好不在贫和富，身体亲心是好男。兄弟和睦即为好，忍让两字把好传，好将难处见真好，好容满面生情然，父庙相传正义好，好事官赶亲影单，赶紧后来光阴快，亲友我好受有天。生前为好，亡为好，死后尽好多往言。好顺全家好是宝，好性温和好美感。若果贵辱上帝好，和恶反复好清然。为人若是不知好，不如禽兽是可怜。必定万善好为首，当知好字是根源，念佛行善也是好，好中分力超九天，大哉好祸大哉好，好义无穷好无边，处偏故故不离好，离好人伦颠倒颠。念必十遍千个好，念必百遍万好传，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免难必好见。哦，今年吃题哦。哦，谢谢。哦，这个题你念较顺啦，感恩啊。即马啦，要来读道之宗旨，敬天地，礼心灵，爱国忠士，
尊品众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解恶向善，光明五伦八德，遣发五教圣人之恶旨，较遵守为公常之鼓励，细心得路，照计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砥砺立人，砥达达人，万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砥世界为大同。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宣贤以明，刚性修睦，故人不得亲其亲，不得助其主，孙老有所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官管高度贵职者，皆有所有，男有分，女有归，何其起地也，不必壮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心也，不必为己，是故无必而不听，而且乱结而不作，故为何而不避，是为大同。好，今年大家好，今仔来读《太上清净经》，老君话大道无停，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明，供养万物。我不知其名，功名曰道。无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灵相清净，天地悉皆归。吾人心好清，而心要治；人心好静，而欲劝治。相灵劝其欲，而心自静；静其心，而心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明者，为心未定，欲未劝也。灵劝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观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当然相执，执无所执，欲其灵生，欲其不生，即是真正。真常应物，真常即性，常应常静，常清静义，如此清净。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令我之者，可传圣道。我君曰：上士无精，下士好精。上德不德，下德即德。执着之者，不明道德；
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生其神；既生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又苦身心，变作毒药，流浪生死，相沉苦海，正失真道。真常之道，五者自定，第五道者，常清净义。好，今年大家好，食有当时啊读食，有当时啊读食。雅思的，无用雅思的比较会读。快点，快点。哦，今年有当时啊读食，有当时啊读食，读食就是讲读到食啥停一下啊。啊，若读食就是即个人，读食就是即个人吼。所以有当时啊读无共款的音哦，要谅解一下啊。哦，今年好，若要食茶，咱家食，啊，若忝咱家歇一下啊。即摆要读朱子治家结缘啊吼。好，即摆来读，哎呀，有咧接，有咧接。哦，即摆要来读。好，朱子治家结缘啊！歹势，我咧吵声。好，今年好，感恩哦，啊来读朱子治家结缘，为名即起。早早定读，要累月精结，既分辨识，观色问候，必亲自检点，一着一还，当书来处不疑，万事万理，灵念不了为干，以利物以求丢流。无人较而骨正，自方必须谦约，见客切勿流连，去枯疾而结，我好性金玉，因湿欲而精，凡所如定修，不能化恶，文无量典，三果六佛。十阴道之媒，地米切椒，为归房之福。东坡不用准米，切切切忌严重。多中虽远，这事不可不行。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其心勿其欠朴。教主要有二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意见挑莫益，无占班仪，见强迫亲邻，自家文书，刻薄成家，理无求晓。伦常乖顺，立见消亡，兄弟兄弟，私分得润感，中有累月，宜发宿事言，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丈自在，不父庙，不成人主。嫁女得家婿，无所重定，娶媳求淑女，不计好廉。见富贵而生俭用者，最可耻。如贫穷而作交代者，渐莫信。以家界正常，常即上香。诸世界多缘，缘多必实，不是势力，
二零必国馆，有贪口好，以自杀生禽，乖撇就是毁我必得，摧毁自甘，家道难全。压力恶小，就必受其累，屈自努成，即可相依。亲兄发言，安知非人之亲属？当忍耐三思，因事上争，言知非我之不是，事平心暗想。是非无念，受因茫茫，凡事当留于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虚情，不可成所执心；人有何患，不可成虚行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强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车女；力患而用暗箭，何言如顺？家门和顺，虽用顺不给，亦有疑患。各可早晚，正笼统无余，自得自乐。读书自在圣贤。为观心存君国，修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欲主，事后经验。诸辟罗书，诸主是家吉言中。真年好啊！这位诸主是清朝时代，不是宋朝的朱熹、朱文公哦。咱方大主有研究讲了。最后第三段哈，读书自在圣言，后壁还有4字，起读科第，为观心存君国，后壁还有4字，起价新家哦，迄个版无共款的版本哦，所以迄个字哦无共款的。好，感恩啊！然后食茶啊，即马若搁读三字经较长啊哈。好啊，准备啊，有要读三字经啊。三如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色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不之道，贵以专。则名母，则人处，自不学，断之土。道燕山，有二峰，造五祖，名古勇。用不教，无之过，造不严。书之道，自不学，为所宜；又不学，若何为？欲不读，不生气；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奉孝时，亲师友，习礼仪，用九龄，令温习，孝于亲。所当执，用事遂，令用礼，第一种，离先知。修好地，处见闻，地无数，色无闻，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公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或春夏，
或秋冬，处暑时分不强，或南北，或西东，处暑风，应河中，或水火，木金土，处五行，本河数，十干者，早子贵，十二支，主子亥，或风道，日所田，或赤道，中中权，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或江河，或淮济，处暑毒，水之纪，或大华，上行行，处五岳，山之名，或属龙，或江乡，处暑民，国之良，或仁义，礼智信，处五常，不阳文，地所生，有草木，处植物，天水略，有虫鱼，有鸟兽，处动物，灵会所，鸷鸟属，秘书籍，处列国，人所食，马牛羊，皆见死，处列角，人所属，或喜怒，或爱哭，爱和乐，七情区，清赤红，急急逼，处五色，木所食，酸苦甘，入心咸，处五味，口所含，见焦香，入声嗅，处五嗅，鼻所嗅，豆土色，木色金，是有毒，乃发因，或平常，或气入，处暑生，宜交协，可静坐，父以心，心以主，主以孙，主祖孙，自然经，乃修作，人之伦，父主因，夫妇强，天色有地即中，中有数，有依平，君即敬，神即中，处十二，人所动，动顺数，物为背，三主推，在小公，艺术魔，我福将，礼乐者，约书所，歌乐乐，金不负，为数学，人强尊，知识义，讲说文，有古文，大小段，礼土计，不可乱，若讲学，苦其环，但落雪，令之外，凡混忙，诸讲究，将混果，令故毒，令为学者，必有错，小学中，记述书，论语者20篇，分地主，记善言，令主者7篇子，讲道德，说仁义，说中庸，乃通契，中不偏，庸不应，说大学，乃正主，自修者，治兵器，事事小，好经风，如略经，事可托，其书业，
历春秋，河洛經，東江橋，有連山，有歸藏，有晝夜，三億祥，有天魔，有混客，有舍靈，สุธี我朝光，作朝禮，度略觀，尊地體。大小大，度禮記，出聖言，禮樂地，越國風，越雅祥，何處是？東方應，四季忙，春秋作，不百變，必善惡，三觀者，有功用，有德持，有國良，有經紀名，王托主，立國基要，記其數，我主者，有尊榮。文強主，金羅松，經主通，學主書，何世系，地強樹，主義農，志皇帝，何三行，地上地，上有無，何二世，上益順，平性世，下有無。上有通，照文武，清三王，下還主，家天下，事必宰，天下下，通法下，國和相，略必宰，治朝亡，朝武王，司徒朝，不必宰，最將久。有德宗，王公對，應干戈，上有水，四春秋，上建國，五百強，七祥春，應進士，四建平，還二世，土漢經，各作興，按入見。志孝平，洪孟傳，公務興，為東漢，數百年，將以獻，為蜀吳，秦漢並，二三國，七兩晉，宋哲紀，遼定省，為南條，多金陵。北元貴，分東西，不文州，一個節，在治水，一河物，不在船，一紅樹，東閣座，起義順。杜水亂，創國基，20團，三必宰，苗滅之，國內改，苗當盡，接漢朝，清五代，改悠悠，嚴崇興，有朝鮮，18環，三國分，遼以金，改天地。完滅金，絕宋世，以道公，調天界，有十年，國作會，太祖興，國大寧，二皇武，多金陵，大成祖，天燕京，16世，四崇金，寬嚴樹。跳如林，李長春，成地魂，清世祖，應天命，正樹風，結大定，有空陽，
立天家民安富，地节花得含干变乱气，西应法妖多辟，东公护传通药，环九地万清烈，即明兴会地者，立宪法建民国，古今史专在诸，在地乱地兴衰，事虽还，托有处，书义汉书义，何修汉三国志书，兼正经参通鉴，读书者可是乐，同国金欲亲睦，孝义颂，心义为，教义书，识义书，识中年，书行读，古圣贤，上钦学，调中令，读老论，笔记书，学车勤，体不变，写德感，笔无书，请地面，求贤良，水气果，笔不教，自勤苦。如龙吟，如应算，家随贫，学不专，如虎心，如挂角，心随乐，有可读，所脑转27，虽发困，读书少，笔记脑，有会地。你小心，你读书，欲良好，80字，对待定，会读书，笔记成，重情义，你小心，你立志，行8岁，令应诗，第7岁，令父旗。必应我人清奇，你游学中孝志，传文机，令变琴，家德温，令应吟，比如主，听聪明，你男主，当自敬，大王当刘安，当7岁，记心堂，足正如，必虽有，心意书，你游学，免义地，有为者，亦欲施，见修也，皆书信，古本学，则为言，谈好诗。风凉密，饮不学，不如物，有而学，重而行。上帝君，下德民，用明星，天父命，公义节，如意好，人为主，金万盈，我教主，为一经。天有功，义无业，在自在，义免力，三如经上。感恩啊！咱帮帮主90外岁，安尼做用功，咱今年拢80外岁，拢做用功咧，读经做感恩咧啊！咱念到遮，然后要休困的去休困，要食茶哈。各位新年大家好，大家祝诚心诚意，
足认真咧读经，有一点仔功德，咱就要来回向咱的七世父母吼，大家今年用心足认真咧读经要将功德回向咱的冤亲债主读经的功德要回向七世父母七世师长回向冤亲债主读经的功德要回向家己本人今年本人就得到功德大家身体健康心情平静平安拢会当来读经功德回向大德安尼。回向祖先，回向师长回向冤亲债主，回向家己本人安尼大家拢欢喜，感恩要搁学千字文呢，较起码咱搁来学